山拢怨恨过，过个先拢嘛骗人，哦，拢嘛凊彩讲咧，较有影收到安尼。哦，咱唔知影讲每一个人的业力，每一个人的因果拢有相像。啊，你今日来到这修道，会当咱修道，唔是要直接享受的。若要直接享受的，咱来趁钱咯，趁到较侪钱的，搁再享受。我敢是安尼，咱是为着要超脱世事，脱离轮回，而他就安尼。所以每一个人无修啥个业力，拢爱去承担。现在你的是啊，你的业消无了，等于是大业等于呢，安尼敢好？大业等于就袂使，你就过来出事，啊，过来3年都袂着啊，你无机会来收到啊，就爱等下后返回来。所以咱修为爱家己内观，上天注意。下活做你活，哦，活愈功夫后，你成就愈悬，成果愈好。咱若无活着，唔知咩啦哈，对不对？那修道拢无活着，话无啥物意呢？哦，你看过去原著就讲，天将降大业以顺人也，必先破其心志，如其筋骨，无其体肤，空发其心。天不乱其所，所以动其心性，静业其所不灵。所以这是中佛法，人家安尼变化不等于没有，伊个下地变化不，伊个去受着真济的科目，唔可能无太当描述，迄个真假啊，对吧？所以你讲得大家心得吼，嘿，爱有心理主。个人的业无相，哦，上天作公平，上天作慈悲，为着要自救咱，伊拢会怎样安排较最好势，哦，啊，毋失去个机会哈。用千万人了脱这苦海的汪洋，啊，安会当修万道，会当互千万人。来了脱这个，而且苦海中，脱离这个汪洋的苦海的，用千万人的救援亲作，一直降光，千万人的救援亲作，拢大家人拢来去来，接受了，这是老师的主哦，过来咱来看老师伊的经验。老师实在是靠普遍，行咱这道理，袂当坚守甲出不去，袂当真正踏踏实实去做，所以伊真正安尼时时刻刻拢是要甲提醒，甲开始伊甲咱讲，活好一标。的时阵，对道物的开创、修行要相互运用，但也不能接受一点名相的个性一地啦有此人缘，上苍自我机务，只要天班天修，即自然能表示无所的成就。这老师也点点辛苦啦这拢上班交代。伊讲，这个活好一种的时阵，咱大家对道路的开创，爱修行，爱互相运用，爱修，修就是像咱台湾这鼓励修行啦已经咱台湾这个道路嘛，安尼真济，就请啊，真济1000口以上的修办啊，这个顾客但也袂当甲咱接受一个名相，也是困守一个所在。
嘛，安尼七个天英雄哦，啊较困守一个所在哦，就像讲咱用个下名，啊就算遮济，袂使安尼讲我看开手挂遮，安尼就好啊，我遮顾好就好，安尼有够啊。讲咱也会当有体人员上苍自然会管伊有啦只要咱天办天心，绝对会当咱灭世无所信者。所以修办就是当然，咱有一份的经验，就有一份的幸福。咱若拢无去开阔，就完全拢无幸福。当然，这个咱要精诚修行，家咱做生意袂修行。你有去落去，有去经营，有真正去照顾，自自然然就修行啦好过来，讲修道办道一定爱无为而为，将众生当作是你累劫的因缘，一心扶天，忘却家己。创有成就，也得归于上苍，甲十方诸佛菩萨。为如此，方不离于天道名、道理、甲道权一切简单，甲追求眼前道场圆满，实在令为师惋惜甲感叹咱老师就甲你讲，咱修道办道，一定爱无为而为。无为而为怎样呢？就是无目的的。咱咧做是无目的的啦，毋是有目的的咧做啦。若有目的的叫做有为而为啦有目的的，才来做的，安尼就对啊。修办道就是无为而为，将众生当作是咱累劫的因缘。把这众生所谓众生，咱这道亲，甲道当作拢是咱累世累劫来的因缘啦。一心扶天，忘却家己。一心扶天，甲咱一心一意。要替上天做这代志，把咱的所有精神、所有体力，交上天去，叫做一心扶天啦，忘却家己啊。创有成就，也都爱归于上苍啦，也甲十方诸佛菩萨。虽然有淡薄仔成就啦，也袂使除外拢这功劳拢归上天，咱上天出兵，神论他咧，他会当今仔日会成果，袂使讲这种嘛，我若无安怎做，他今仔日安尼，会使安尼做嘅。唯如此，方不至于天道名，唯有安尼做，无目的的。无求大家，安尼才是真正公平啦。若为了公平咧做诶，安尼就无公平啦。所以爱无为而为所以爱实实在，咱老师甲你讲咱看咱七寸诶道场，为是为了道名，甲道理。甲道观，所以就要观，要观就是讲将压，我要来做祖师，我要来做监理，来做道观啦也甲道名、甲道理啦，会简短甲有用啦，所以讲咱前的道场圆满，实在互老师感觉真惋惜甲感慨，当然。老师讲这话，我还真对啦，在我面前讲的。看讲修道啦，话，人讲食要三百应菜，上西边，对无？都连
家都还未到安尼，啊，就讲要人迁祖师，要人做奸人，哦，老师就是为了安尼咧感慨甲反省。伊搁过来甲咱讲将来的成就啦，毋是入道场的大小，也不在佛堂庙宇的多寡，更不在信众人数的比较。而看修道人是互真修行的，互守戒原戒，无贪无妄，不争不败，心性宽容的功夫，去完成家己的使命。哦，这老师甲你讲较足够。讲将来每一个人的成就啦吼，毋是讲哦，我的道场遮大。哦，我的成就就遮悬，哦，伊的道场较小，伊的成就较小。老师甲你讲，毋是入道场的大小，哦，啊，若讲无，要道场的大小，像咱的先啊，咱的单位啊，干8减的书，算算咧，参考以上咱的切换啦，好甲咱来比啊，这毋是什么大小，但是咱如何性能，有咱的真正大家来看了，拢安尼。赞，这绝对好看，安尼。要为什么来呢？大家人无私无用，大家人拢为公，大家人拢为着这个性格的完成，拢是安尼去付出。迄就是团结的力量。咱若无团结，哪有可能哦？上天注意哦，所以来甲你讲。毋是在道场的大小，也毋是讲佛堂庙宇的真较少。我有影迄回佛堂，台北啊、台中啊，咱足大间了，哦，拢足大间、足规模的咯，哦，也毋是为了安尼哦，更不在信众人数的比较，佫也毋是讲伫咱这道亲的人数真少的比较。而看修道人，敢是真正的真心甲实验，甲互修这原则，有真正安尼彻底咧做，有真正脚踏实地咧做，看起来啊，也爱无贪无妄，不争不辩，无贪无妄想，对无？也无争夺，也无伫咧干那辩论，安尼，心性宽容的功夫去完成家己的使命。安尼讲，咱每一个人，以咱的心性会当宽容，而且功夫来完成咱家己的使命啊！所以修道是看你遮啦，毋是咧看人众的多看，看你本身每一个人你的修道。会健康，安尼将来的各位也会出来啦再来，要用众生甲家己，在这一世都能成就。如一时无法解脱，也要为他名他身他世，也会当解脱成就而祝福。毋过人生。自己的修道因缘，即是因受惠的大会途中，建立天上人间的一个善缘。老师甲咱讲，咱爱会当互众生甲咱家己，咱自己甲众生，会当在即世拢会当成就。但愿安尼啦，拢希望讲大家人，所有的道亲拢会当成就。但是如果一时无法解脱，一时无法度咱讲度啊会了啦，也爱为伊会当人在他生他世来当解脱，爱有自己心啦，茫顾未来，就甲产生幻财，有迄个心就会使啦，人
认清咱自己的这个心道因缘啊吼。这是因受惠的大会会中，建立咱天上人间的一个善缘啊。所以咱无论是因也好，受惠也好啊，而且大会会中，咱来建立天上甲人间一个的善缘，就是讲咱伫咧做嘅代志，咧对着这护客众生，也拢爱有迄个一个的善缘啦吼。咱有，咱是讲不善、无介理想的迄个现象出来。第五，培养弟子爱培养广大宽怀胸怀，庆幸他人的成功，赞美他人的杰出，礼敬他人的辛劳，培养世界与我们一同欢笑。也让宇宙与我们欢笑，让众生与我们欢笑的精神啊！老师甲咱讲，咱心培养基础，一定爱培养广大宽怀的胸怀。爱会当包容啦，哦，安尼啦，爱包容，好甲歹拢爱包容，哦，人讲，咱若有迄个包容的心，爱似大海的，哦，讲大海，伊会当不却细流，二零先一分，哦，言清，哦，泰山不却宽色，二零先一高大。安尼呢？哦，迄落倒菜山来嘛好，哦，迄落石头来嘛好，后壁尾来嘛好，拢无甲起啊！安尼迄个泰山来，安尼大，对无？伊啊，即个大海，你嘛不缺细泥呢，佮臭水落去嘛好，清水落去嘛好，洗过便所的落去嘛好，佮啥物话落去嘛通好。拢总会当包的，啊，所以咱来学想，啊，培养弟子爱培养这个宽大、广大、宽阔的胸怀，这个胸怀啊，包容啦，庆幸他人的成功，啊，别人来做了成功，咱来甲庆幸，容易，哦，容易，啊，庆幸他人的成功。赞美他人的杰出，啊，那讲到话啊，赞美哇，不简单。哦，我人你安怎遮老大人，你这个方法嘛来教我这个哦，礼敬他人的辛劳。当然要带一寡人要有成果，迄拢足辛苦的咯，哦，还去礼敬别人的辛劳啊。培养咱这个世界甲我们一同欢笑，爱培养世界甲咱大家拢欢笑，拢欢喜，对无？也让宇宙甲咱大家也拢会当欢笑，啊，让众生甲咱呢也拢有迄个欢笑的这个精神，拢会大家欢喜啊，来培养啊，拢来培养这个精神。倒过来，陆祖甲咱讲，内心谦下是讲，众生平等是德，时刻尊重感恩甲忏悔的心，啊，去观察周遭环境的顺业，对这一切都用一份微笑的心怀去注视，即免除了真侪麻烦，真侪烦恼。啊，就讲啊，讲内心谦下是讲，咱的内心，咱会当谦卑，谦下就是接下，哦，搁较低咧，搁会当谦卑，安尼就是讲，啊，若无谦卑的方面，就是控告，啊，高高在上，迄个不讲啦哦，
讲内心感觉是讲，众生平等是对，众生那个平等，啊，大家人平等，袂当讲啊，这个比较好，迄比较歹，这个就看咧安尼较欢喜，安尼看咧就安尼无介欢喜，哦，啊，我介平等，安尼就是对。时刻存着感恩甲忏悔心，安尼讲，咱爱时时刻刻爱心肝爱存着感恩，甲忏悔心，咱拢爱感恩，啊，感恩，感什么因？天理顺利，哦，前辈者，咱大家安尼喜欢，哦，拢爱感恩，哦，所以咱这句感恩吼，都挂伫嘴内，啊，挂伫嘴头，啊，啊，了下个感恩哦，感恩哦，对，毋茫干嘴讲，也心肝无，啊，哦，安尼就干啊，嘴咧讲尔，心袂安尼感恩，啊，所以拢爱时刻存着感恩甲忏悔心，咱爱时时刻刻忏悔感恩，啊，因为咱可能有当时啊，一句话激死人。哦，也有诶时阵啊，疏忽着做为过失这落地，所以爱时刻存着忏悔心，去观察周遭环境诶事变，安尼观察周遭周遭，哦，伊诶环境，伊诶顺诶所在，也较顺诶所在，对这一切都用十分微笑诶心怀去处事。啊，对这一切啊，好较歹，啊，拢爱用着微笑的心怀，啊，安尼时啊，结一个安尼面啊，安尼结安尼欢喜，要面啊结安尼时啊，那像安尼祝福安尼吼，安尼有态度啊，安尼才会当变除了真正烦恼，就是讲拢爱时刻爱随。存着依笑的心怀，足欢喜，足欢喜的心怀去观察这一切，安尼就会免除了真正烦恼啦。第七，越好了，个人要自我了解，对所谓因缘情受，冤亲。都要不攀缘，而在随缘中了解这一切的挂碍，方能真正超脱自在。凡夫修道，一时无法如果的性变，那样啦无所住以先提心，那么爱请下会晓在先提心，自无自败。这是老师对家人同法，伊讲伊个越好了，上后壁越好咱个人爱家己自我了解，咱要超生了事，爱考虑家己，是靠这靠这来。咱讲书家己引进，心都在个人咱来家己看淡咱的世事大事，所以自我了解，对所谓因缘情受冤亲，拢爱的时阵呢，茫攀缘袂使去这关系啦有啥物款的不如意的袂使去心里。若安尼因缘，我咱袂当。超款啦，迄方面咱跳到咯，所以老师教咱讲，因呢，也是缘的，也是什么情的，也是缘受的这拢爱去，毋通去攀缘，毋通这个攀缘就是讲去加大只，有因的去加大只安尼往咱交面，也有受的大只是等于甲报复，所以甲咱讲。但这嘛去到遐攀缘，而在随缘中了解这一切挂碍，咱随缘，莫去个随缘。伊过去对咱歹，
过去虽然安怎，虽然他放乌黑，他就卖惨，啊，也自然苦，他就淡薄，啊，所以在虽然。